议会第12次临时会伫开幕式过后，马上进行听事委员会审定结果的报告。日前，市府向听委会总共提出57件提案。另外，建设市地台南水道100年电视甲教育推广计划，因为急迫的需要，上午直接交付大会联席审查。总共58案当中，有54件是电付款案，因此有一位议员有意见，认为电付款应该是具有急迫性。若无应该顺正常的预算来办理追加检，而且嘛袂用个跨年度来转正。我无认同3月应该前责日是今年发生，即马上要做工程啊，要建设啊，明年才要转正。我无支持讲咱甲进马上发生电路案，要个追加减预算较合理啊。我们希望在预算里面的编列是年度编列，但是你要垫付款。我希望就是你在转正的时候不要跨年度转正。我们因为支持你在行政里面审计部，到时候你怎么去决算呢？所以说，比如讲，你今天你是年度里面转正，比如你要追加也好，追加减预算也好，你年度里面转正，我想这是 OK 的。但是你跨了年度，比如说100年，你111年，你应该年度转正，你把它跨到112年，我想这个不太合理了哈。我们承诺。这个议会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对于一些把什么案子适合提追加减预算，什么案子因为时效性的因素，我们希望提用垫付的方式，在4年度的预算转正。以现在来讲，今年3月，现在已经3月了。那如果说要移到明年度的预算审查，各位在今年6月、7月的时候就可以审到明年度的预算了。所以说，基本上。没有这个时间上差不了多少，但是如果说有时效性的一些建设案，今年在临时会就可以通过垫付案的话，我们马上就可以执行。那中间4个月的时间，可能不在意的人会觉得说4个月没差，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在意这个时间呢的时效性，要拜托各位议员支持。除了垫付款案，另外议员嘉两届嘛为303的大停电，呼吁市长黄伟体应该硬起来。尤其永康地区6天来停电5解，应该提出强烈来赔偿。永康6天停电5天，6天停5摆。台电的公司捐予高雄要做一个建设动物园，捐8000万，咱台南市互当作塑胶。停电停台南，捐钱捐高雄。市长，你甲罚一个25万，安尼对台南市民敢有公平？这个时阵你是爱出来发声的时阵啊，强烈要求啊，无8000嘛有800，对台南市民是足无公平呢。尤其303一个啥物3跳了，一个跳了就对啦。咱台南市多好连续5日，拢总有人咧停电。市长，我刚才看你罚25万尔，你还袂替台南市民发声呢？而垫付款案经过最后的讨论，主席裁示，原则上若无违背相关的法令，或者是自爱难行，请市府伫个执会期结束进前，将顶半年度的垫付款案改成追加减预算，莫搁再留到明年度来转正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